Hello，大家大家好。好。嗱，大運哥今日咧就去咗馬來西亞吉隆坡咧，主要咧就放下假，但係更主要係想知道咧新嘅第二家園計劃咧，對我哋香港嘅市民有幾大嘅吸引力？大家都應該聽過第二家園。你睇得呢條片，可能就係查咗第二家園呢個字咧，嚟見到我大運哥，但見到我係唔夠啊！最緊要見到我隔離呢位朋友。嗱，我哋英文名係 Jeffrey，係公司其實咧總部喺檳城，中部喺檳城，但係吉隆坡都有自己寫字樓，吉隆坡都有我哋嘅分公司。所以喺我嘅片裏邊咧都會介紹一下咧阿春嘅公司。公司咧叫做我的第二家園益安國際有限公司。係啦，而阿春咧做咗咁多年，特別係負責嘅就係第二家園，由舊嘅第二家園到新嘅第二家園。今次咧，我哋集中講一個新嘅。最新嘅點解叫新咧？因為我就聽到，我以為金屬嚟嘅銀啊、白銀啊、黃金啊。不如你講俾我哋啲觀眾聽，有咩分別咧？呢三個佢個最新嘅門檻咧，啱啱正話先落實，係舊年年尾開始係可以收呢個申請，分出嚟三個級別咯。銀嘅級別、金嘅級別同埋白金嘅級別。咁應該銀就係最輕鬆啦嚇，唔好話低啦。白金就最高，係啦黃金就喺中間啦。係啦，其實最大分別，我聽過你講啦嚇，係咪就係存款？分別差別咧就係存款嗰度嘅金額。銀嘅級別咧，你要存款批咗之後，你攞到批核之後，你要存入去15萬美金。15萬美金，金嘅級別100萬到啦嚇。係金嘅級別咧就50萬美金。 50萬美金，係，然之後白金咧就100萬美金。會唔會係同個年期逗留年期有冇關係咧？冇關係嘅。哦，冇關係嘅。咁我存多咗錢，咁我啲錢咪要擺得耐啲咯。一旦你申請一個第二個家園，佢嘅先一個條件咧就係你一定要放個存款嘅。所以你可以有資格登 follow 嗰個條件，你攞咗呢個簽證之後，你買個樓，你就可以有呢個條件 withdraw 提款50%個存款嘅金額可以攞走。明白。然之後剩翻嗰個我哋叫嗰個餘數咧就繼續收利息啦。係啦，直到你住到滿意我放棄啦，取消你先可以攞翻個錢。咁即係如果我一日保持簽又續簽又繼續擺低一半啦，我今日譬如係15萬起標啦嚇，咁即係7萬5蚊啫，放喺度，但係都有利息收噶嘛。利息有利息收，平均啦，我哋話4%，4%係，咁都唔差。而家我喺香港做定期都係得3點幾嘅啫。咁美金啦，全美金。係做唔做得嘢咧？我申請咗。唔可以做嘢。唔可以做嘢。白金嘅級別就可以。哦，白金就可以，怪不得佢又貴啲啦。係啦。但係有得白金嘅存款，可能都諗住唔做嘢㗎啦。係咯，個家園係俾你哋一家全部嚟呢度消費，你個仔女可以喺呢度讀書，可以喺度做生意。哦，可以做生意，即係可以開公司啊？係，就係白金咯。白金可以，銀得唔得？銀咧係你可以開做生意，但係做股東，即係做老細啦。係唔可以攞工資嘅。如果你要搞生意又要好似有攞呢個 salary 工資咧，你最好就申請係白金嘅呢個級別。明白。咁但係推出咗之後咧，我聽你講好受歡迎喎呢個計劃。係好，直到而家好多人。唔怪得你個樣都有啲攰喎。因為我哋要提高個文件去政府部門，所以政府部門咧淨係成個馬來西亞一個地方嘅啫，就係布城，喺個吉隆坡近機場嗰度。OK。所以每一次我哋有呢個案件，我哋就要攞去政府部門嗰度提上去。明白。然之後貼簽所有嘅手續都喺嗰度搞嘅。好，嗱你熟啦，所以你講得好快啦。嗱，存款啦、買樓啦、程序啦，咁我就聽過你介紹好多次啦，聽過你嘅講座，所以咧我都想慢少少話俾啲觀眾聽。如果我真係想嚟呢個第二家園，你又接觸咗咁多申請者，點解佢哋會申請呢個計劃咧？ OK，係咁嘅，主要有幾個原因，點解佢哋
揀喺馬來西亞咧？係第一就係香港同埋馬來西亞好近，搭飛機4粒鐘4粒鐘就到啦。嗯，然之後我哋喺馬來西亞呢個生活嘅呢個消費低，即係個指數唔冇香港咁高啦。我肯定一樣嘢，就係間屋一定會大好多，係啦，同一個價錢，你又好食啦，係溝通又冇問題啦，英文、廣東話、仲係華語、華語、馬拉文、係都得，福建都得喎，好似話。福建話、潮州客家、廣東都得。咁仲有就係你睇啲字咧，佢多數咧唔係淨係得馬拉文啊嘛，所以都好容易去睇。譬如我今日同你傾偈嘅地方，我睇到嗰個餐廳嘅餐牌咧，仲係繁體字又有簡體字都有嘅喎。都有。係咯，所以我哋以前讀書到而家都係有簡體或者係繁體都可以睇得到明嘅。嗱，你又提到讀書啦，但係我以第二家園身份嘅申請者，我嘅小朋友係咪只可以讀私校，係唔可以讀公立？你可以讀我哋嘅國際學校啦，國際學校、私立嘅學校、華校都可以。我想問下，你覺得私校同國際學校喺你哋馬來西亞嘅水準好唔好咧？都係受世界認同嘅，因為我哋曾經係被英國殖民過，所以我哋嘅呢個國際學校全部都係來自，大多數都係嚟自英國嘅呢個學程。我知啊，有啲直情可以話讀到咁上下，可以升翻去英國讀大學添。係啦，正吉隆坡嘅國際學校有廿幾間嘅，出名嘅有好譬如好似呢個吉隆坡嘅 ISKL，然之後又有嗰個 The Garden International， 仲有幾個好多，貴唔貴啊？你知唔知？平均咧，我哋話一年嗰個學生嘅年齡喺5歲到10歲啦。平均一年嗰個學費，國際學校應該係大致就係4-5萬左右。哦，馬幣咁即係如果我當你就算計你2蚊都係8萬至9萬蚊都 OK 啦，都好平嘅。而且同香港差別好大。你呢個計劃咧，新計劃嚇，好似就話居留期90天係成家人咁計嘅喎。佢係有分咯，如果主申請人係超過50歲以上做主申請人嘅話，就冇咁呢個限制啦。90日都冇，成家人就冇限制。明白。 50歲以下，你成家人要每一年住加起嚟90日。明白。譬如你一家5口，你嚟住10日，你就有50日咗。哦。佢係咁樣計起嘅嚟。總之總累積嘅日數有90天，仲要係嗰個主申請人細過50歲以下。咁有譬如，如果你個仔到時嚟呢度讀書咁樣就冇問題咗啦。已經係一個都90日。我自己又比較中意嚟吉隆坡咧，就第一我覺得氣候啱我啦，係熱地，咁啊食嘢啱我啦，係啦，使費學你話低少少，但係個享受就冇差到喎。不過我覺得同埋仲有就係呢度嘅華人咧係好易溝通同埋幾友善，都係我其中一個理由。熱情係成年嘅呢個天氣咧，就係夏天同埋雨天嘅啫。我哋冇4季嘅，冇冬天。不過又冇風災呢個好喎。冇天災，呢個所以都係其中一個原因。香港嘅觀眾可以揀我哋呢個大國家園選擇嚟馬來西亞，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。我亦都知道咧，你成日同我講咧，我哋呢度咧就咩都唔多，最多係假期。係啊，係咪真係好多假期？平均一年應該係有20幾日假期嘅。係公眾嘅喎呢啲，係啦，唔係公司放俾你喎。加埋公司放咪成40日。因為我哋馬來西亞係三大種族啊嘛，你係華人嘅新年，馬來人嘅同胞嘅新年，印度同胞嘅新年，聖誕節又有放假，然之後我印度神誕又有放假，我哋華人亦都有放假，馬來人都有放假。所以你充滿咗節日氣氛。不如我哋講下買樓啊。可以。你話批咗嚟到，我係未需要買樓住嘅係咪咧？我租住先得唔得？佢係你攞到呢個身份，1年入邊，佢政府規定你一定要買樓。12個月內，即係由我拎住嗰個叫做批核簽證，我落到地啦。我當我今日3月1號嚟到，咁就2月28號下一年就要買到。因為你一買咗樓，要俾我哋填呢個表格同埋呢個合同，我哋要交翻俾政府通知佢哋，你已經有咗買個樓。明白，100萬以上。
咁嗰間樓如果我買咗都未起好嘅，我只係俾咗30% deposit，咁算唔算數咧？算係都計嘅。佢係嗰個應該我哋嗌樓花咯。係咯。仲未起好，但係你買咗啊嘛。係啊。你買咗，但係你我俾得30%。未起好啊嘛。係。你可以租住先咯。係啊。因為你係計你已經買咗啦。總之我就合資格啦。係啦。好。因為有合同證明咗啊嘛。所以大家亦都應該明白咧，你買樓咧就係個彈性好大，可以買新樓，可唔可以買二手樓咧？都可以嘅。又可以。都可以買屋咧？你哋啲地上屋都可以，又可以，咁所以你中意大啲有花園嚇，乜嘢都得啦。咁呢度仲有一樣嘢我哋都注重嘅就係健康啦。有兩樣嘢可以保障啦，一就係有保險，係咁睇醫生唔使驚冇錢俾。係。第二個醫院又好唔好？咁呢兩樣你覺得點咧？保險先啦。保險係全世界都一樣，係跟住你嘅年齡，同埋要做一個體檢，你先可以有咗簽證之後，你有資格可以買我哋嘅保險喺呢度。但係攞簽證嗰個保險咧，同我愛嚟話全身第日喺度住嘅保險係兩樣嘢。係，如果你住決定要喺呢度生活住耐咗嘅時候，你可以自己買一個啱你自己嘅嗰個保險咯。但係如果你話淨係為咗申請第二家園咧，阿春你都醒目㗎，佢話我幫你咧嚟到咩成家嚟到幾日做一啲基本嘅體檢。一般一個星期啦，最緊要係健康唔要有呢個傳病咯。明白。咁嗱，存款就批咗先入啦。係攞到批函之後就開。但係你又開戶口嗰陣時，你話係咪可以預先開定㗎？可以預先開定，就係你人仲未到嘅時候，我哋同銀行溝通，俾你開咗一個戶口，有個賬戶先，然之後你又轉個錢入嚟。咁啊方便好多啦！如果我作為大運哥咧嚟呢度，如果我真係有一日你見到我攞咗第二家園咧，應該就係我想退休啦。嘆下啦，我就應該唔做嘢㗎啦。講到呢度，我哋休息一陣先。